超级英雄电影《黑豹》Black Panther 今天在好莱坞勇夺美国演员工会奖 SAG 最大奖，让这部以非裔卡司为主，并颂扬非洲文化的电影今年在奥斯卡金像奖夺奖机会大增。黑豹获得最佳卡司殊荣，爆冷击败先前看好获奖，由布莱德利·库珀 （Bradley Cooper） 及女神卡卡 （Lady Gaga） 主演的浪漫音乐电影《一个巨星的诞生》（A Star Is Born）。黑豹主角查德威克·鲍斯曼 （Chadwick Boseman） 在圣殿剧院 （Shrine Auditorium） 告诉现场来宾：“我们都尝过被告知没有演出机会是什么感觉。虽然你年轻、有天赋，而且是黑人。我们知道我们有特别之处可献给这个世界，在我们扮演的角色中，我们可以成为全人类，可以创造我们乐见世界的典型。美国演员工会奖项备受瞩目，因为工会演员是美国影艺学院 （AMPAS） 最大投票组别，而影艺学院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将在2月24日颁发。葛伦·克罗斯 （Glenn Close） 今天凭借他在《爱妻》（The Wife） 的角色摘下影后头衔。最佳男主角桂冠则由雷米·马利克 （Rami Malek） 夺下。他在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（Bohemian Rhapsody） 片中饰演皇后合唱团 （Queen） 已故主唱弗莱迪·莫裘瑞 （Freddie Mercury）。已赢得金球奖并获奥斯卡提名的雷米·马利克说：“在我最疯狂的梦中也无法料到，我可以跟这些人一起入围同个项目。过去23年来，只有去年的奇幻爱情片《水底情深》（The Shape of Water） 没有入围演员工会奖最佳卡司奖，却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高荣誉。”今年同样戏码可能重演，因为演员工会最佳卡司奖提名漏掉多部强片，包括墨西哥剧情片《罗马》（Roma）、英国宫斗片《争宠》（The Favorite） 以及金球奖音乐或喜剧类最佳影片奖得主《幸福绿皮书》（Green Book） 等。幸福绿皮书今天也没有空手而归，饰演爵士钢琴家的马赫夏拉·阿里 （Mahershala Ali） 荣获最佳男配角奖。中央社。